When I said build, baby, build, I meant it. 上個月，韋亞蘭辭職，新官上任3把火嘅房屋大臣 Steve Reed 李世芬即刻好有熱誠咁提出唯一出路，就係 build, baby, build， 命起搏命建。睇下佢頂紅色毛仔，同隔離台嘅 Trump 成個餅印，世芬兄胸有成竹，拍晒心口 ，absolutely committed， 話要喺2029年有150萬間新樓，要達到呢個睇落不可能目標。工黨其中一個方法就係發展新市鎮，事關舊年英國政府已經提出歷年最大規模嘅住房計劃，精挑細選12個地方發展成下一代新市鎮，幫一眾國民上車同埋帶動經濟。新市鎮計劃早喺1945年就已經開展，好似好多香港人落腳嘅 Milton Keynes、Warrington 都係當年嘅產物。而今次計劃揀咗嘅12個地方，地點包括有啱啱提過嘅 Milton Keynes 升級 plan、倫敦 Abbey Wood 隔離嘅 Thamesmead、曼徹斯特嘅 Victoria North 等等。每個地點提供最少1萬套住宅，夾埋咧就會有30萬套房嘅，至少40%係 affordable housing。時間表上，工黨政府已經啟動環境評估，承諾2026年春季發布草案同公眾諮詢。不過要2029年有過百萬房屋咧，講就兇狠啦。睇翻數字嘅，政府喺上月出嘅報告就估算，24至25年英格蘭嘅新增可住單位得196500個，平均每月得16000個。按目前嘅速度，去到29年只係啱啱好夠150萬嘅一半。加埋新市鎮嘅30萬房屋，都意味住必須喺短期內將所有嘢速度提升差唔多1倍，先可以完成目標。仲未計工人短缺、規劃延誤等問題。以前知道落實有幾難嘅保守黨，就批評現任政府嘅住房承諾毫無可信度。另一個問題就係，就算真係搏命起好晒，呢啲樓同新市鎮會係咩人受惠呢？你哋又點睇？Follow Panda and Partners 同添集。